武略金毕东壁，领着伊生死兄弟来到青林地界，要降服独家的妖龙，使用着降龙秘籍的绝招，使得无法成功。被妖龙的尾速度慢登在崖。中被武略金听着，如果这个降龙呢，你就要小心。古人所说“真龙可服，假龙难降”。降龙者，先正其心，后治其欲。如心怀虚荣、私欲者，降龙必败矣。略金，此顺境必是谨慎，此逆境必是忍耐啊！谨记在心吧。过时，哼，我才无咧信这套。虽然我失败，但是希望自己成功。假使我若无收敌这尾妖龙，安尼伫武林道上不能拔出人头啦！回来！哦，师兄各位，你到底是奉啥人的命令来这个所在这个降龙？拢无什么人的命令。降龙这是我的心愿呢，啊！你的心愿，这是因为我若是会当降这位妖龙者，安尼我是天下独一无二。哼，真大胆你甲逆灵来人咯！将壁咚壁拿过来，拿过来！夜回转靖海江监禁，遵命。这边人，王府的教师毕业阳台，当着伊桂林山单打独战。现在阳台得要逃出伊的对方关。小等呢！来啊！赶紧给救走这个人，互我引有道。阿牛，小子，你又过来闹王府？你这五斗汤啊，挂冠大奸啊，非敌不可。金王子替我这处理难躲定生咯。金王子替我要来行刺干洪，料无到解救着伊这个桂林山，现在单程应付叛兵，叛兵汹涌而出，这个时阵的金王子内心有数。一个个走呀！小子身手非凡，出入自如，若无加强严守王府者，恐惊王爷性命危险。来人啊！小心严守王府。第三顺啊，过来，我对方官绝对要割你的手级啊！哼！白勇子对赶白公平，特别拜为师，同时背后金甲宣扬神秘凶手，特别给别杀。这个时阵。什么？鬼魔灵？无遗憾。对。哦，夜光机出现，夜光机出现，江湖必有发生大事。好，小子让你占我吧。英叔啊，小等你啊！英叔啊，小等你啊！白孔明来到这个江湖所在。观看背后，白王子对敌心急，伊赶紧在江花办一个好友，等落困龙岗，使用着一宿渡江的功夫，漂浮过江了。西华小等啊，你小我为大吧，我诚心诚意。白王子随后跳入这困龙岗，用收水功夫半沉半浮，尽力收江花，再对落。白孔明走入这个马路之中，自将门首坚闭。兵叔，兵叔，原来是高志高王子支配的，故意就得要为民除害，降服妖龙，忍受千辛万苦，要来拜你为师，望兵叔收我为徒吧。白孔明，天下兵叔，收我为徒吧。
寿无疆生寿，金甲善良大驾光临，爱我这个略几母万应接失敬多多，你知无？免礼。规母娘娘，你为何将这个规母令送予这个歹人呢？哎呦，这嘛，我甲你讲，你赶紧行动大队，爱将这个歹王子给收伫弹上，否则片甲无准呢。请。夭寿！啊，我这支规母令都敢若送这个歹孔明尔，啊是安怎样才有人过来甲我偷拿这个规母令？这才是方想无，你敢知影？学海无边境，虽说5万灵，讲读文武典，必读红顶经。半生为皇庭，可怜歹孔明，前世昏迷绝。敬爱修家人，哎呦，歹孔明啊，他是要坐？规母娘娘略规母在，守久安分吧，千万唔通惹乱皇庭才好。过时，侥幸哦，这边啊强，这边啊强，但要叫我如何是好？来人啊，严守咱这个规母令啊，爱小心注意哦。金家善良神秘用手各位，兵多万万应失敬多多。何罪之有？你为什么将这个亚钢旗投出当今的武林呢？兵多亚钢旗，失了一支是无唔对啊。可是，但唔知叫什么人亚旗，我所叫放回去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大队传这下山，收伫铁娃娃以及这个歹王子，顺我加生，逆我加亡啊！请。亚钢旗为安怎会失落？你是要人偷我亚钢旗？无咧，我偷的啦。禀告主，外面有一个歹人讲伊偷的。什么？歹人？是啊，迄面一边安尼哦，Q 烂，哦，看到真惊，3分无像人，4分无像鬼。敢是迄个歹孔明？来人啦！在外面可以看到你详细。好，遵命。半生为皇庭，可怜的歹孔明啊！前世昏迷绝，敬爱我修人。哈，歹孔明大家要唔是要来面坐，无时间呢。亚钢旗显真君，我显吗？就是。你叫我袂记哩？3年前你做我一支亚钢旗，你伫咧讲天下大乱者，将亚钢旗献出，天下就平静。为着要救一名王子，所以我才自将亚钢旗给投出，阻挡着金家善良杀人。难道我有唔对吗？哦，理所当然，安尼对，请入来吧。无时间啦，希望你乌白分明，是非爱清楚。哈，乌白，乌白这个啊，真歹讲啦哈。土死何必不相其类？咱是乌道的人，当然啦，嘛是爱尊重对金家善良的意思呢。稍等下，金家善良助纣为虐，助奸行恶，交子国变乱了。云南的奸王安化王自然无节操炖娘，特别模范雕工，这拢总是乌的啦。若是百姓最勇敢、最有气魄，歹王子指魄力。甲这个金王子铁娃娃一定你会帮助伊，否则原一办歹人的手气。是，歹孔明你所讲话绝对是金色良言啊！过时了，告诉我，要打咧三甲宝板你唔正样唔正相，啊你也伫咧尊敬伊，也是你无够死，两个死无够，顶去！恁这人不老无实，难道你唔知影讲这是吴良刚歹孔明吗？这个人目测高深嘛？看安尼唔正人，敢会目测高深？哎，这是当时神秘人物啊！假使恁若是像我这边解正大的话，真简单。这首诗，恁若有可能了解，安尼就会当向伊挑战。这首诗若未当了解，千万你都唔通妄想啊！是，这首看卖。大家来参考看卖，这首诗，学海无边境，
虽说我万灵，公土不不殿，必他红丁经，好啊！红丁经什么呢？红丁经啊，这个红丁经啊，红丁经你都唔捌的，我到了红丁经，你想这要甲摆孔明争斗？红丁经什么？来了，哎呦，参见道兄，鬼母娘娘着鬼母，是啦，贤贤真君我贤贤，要当你踮这个所在，这个游园是什么代志？一言万金，有幸你甲我同款。我嘛是去哦，这个金家悬梁，啊，甲这个摆孔明哦，两方面安尼输这个压力，实在是真使我进退两难。是我方才就是甲我这部下伫咧讲这个红丁经，红丁经吼就是道家人吼最重要的就对啦，这红丁经啦，红丁经有三中啦，中心、中鼻、中脑修道人唯一的经典就对。原来安尼，这个摆孔明晓得笔读红丁经什么意思？就鬼母你知无？哎呦，晓兄哦，我都唔知你咧。尤其是上届尾句哦，迄个情世分未绝，敬爱修家人，这才使人头疼。迄普通若是修家人大家拢总是真怨恨，为什么伊咧敬爱伊修家的人？这你甲想看觅？那是安尼，这个人心闭目切所以咱呢可顺不可逆，安尼啦。咱即摆就安尼见机行事啦，西瓜挖大饼，对，西瓜挖大饼，见机行事。你这过敏的啊！早人金王主改的，老兄弟叫你出来，也无讲细路力好，敢若摇摇摆摆啊，这三角经在经啥？多谢恁的解救了，唔是恁的解救，你唔知影讲我的来历，所以也准讲我失败。其实啊，我迄步绝招，无解说恁也全然唔知影，迄步就是叫做卧冰求鲤啊。甲命中靠着个卧冰求鲤，你看到对方赶来，人就怎混去啊？哎呀，恁种人有所不知啊！我这个敏感三郎的功夫，点起来到底，实在恁会惊啦！有影，我实在惊着啊！我向各位介绍，顶届去互迄规十个甲围咧，伊点一部什么功夫呢？安尼咻，迄部讲秋风落叶扫啦，三扫四扫，规那衫裤拢破叽叽，迄就是迄绝技。但是对方拢招死啊！哪想哪奇怪咧？我都看伊规那衫破叽叽，就伊甲看起来，遐歹人拢总好势了。也搁有咧，我心中有三个英语相魂，你无甲我解释会清楚。有影？讲要台湾去挂照片啦，讲也伫这边硬河神去硬着目睭人啦。所以是讲什么因厝边啊，只水鸡伫咧烤规暝，烤到袂困去，讲要入去古井底去抬起只老水鸡，讲去剁到骹腿啊！这人有过敏症咧，所以叫做过敏三郎啊！讲得上也真好笑。我认为过敏三郎实在真勇敢，真有气魄。迄王府的妖孽偌侪咧上千上万，还单人自己甲亲情都要去刺杀这个奸王啊！还去用为咧。过敏的啊，以后是用治处，唔通用力顶呢。亲像安尼闽口嘛，咱对交群咧，看对唔对？是啊，咱是剑客，剑客真心行劫是不计利害，无管伊王府是偌济，对，咱是抛着地干骨恶的任务，会死在王府，咱也是着爱接去啊，对，不能一破血，严令定何主呢？好啊啦，莫搁抓猪头皮啦。人这金王主对我是力战沙场南征北讨，迄是比你较强你大有较大。可怜我二弟迄连玉，惨亏在逼劫杨台对方关，杨台甲咱连天割地之仇，非敌不可。你伫咧讲杨台是？那杨台身世我该知影，杨台就是住在双树卡，住咧双树卡，住咧双树哟那是讲啥？双树卡是一个真名呢，伊有一个70外岁青面的老爸，杨太伊每一天拢爱送物件等为老爸充饥啊。你意思是咱大队传者对处前处后该好咧，安尼要掠杨太真简单啊。庄主啊，你认为这个过敏的安是咧转了有理也无理？言者有理，先将这个逼劫杨太给低调，然后这个低干王未敌啊，众兄弟准备出发。好，出发。你来呀！
在外面等我。遵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飞香，飞香。两位，干龙，你莫夹着我的身躯。喂，你着急什么？本王知影讲你是一个贫寒的民女，所以呢，想要甲你提拔，让你成为一名受万人尊敬的王妃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对不起，富贵如空中飘云，这义如泰然乾坤，我宁死不能损害我的名节。咁真正很有气魄。没错，干龙，你有一日受到报应，你也受到报应了。阿牛，要不照我意思讲，你插实难地甲搬出去。哼！哎呀，飞香啊，你实在真讲呢，你一定都爱把握这个机会才好啊。哼，什么机会？你也知影，这个王爷虽然真风流，但是吼，伊都无想到要选妃。阮安尼姊妹啊30外个人拢叫掠来，伊当作阮是一个冤物，过去吼拢毋捌对阮求婚啦。伊头拄对着你讲，你要选你做王妃，你应该答应啊。哼，恁这班无廉体的女人，无受这个妇道，贪婪虚荣，迫害孔明之道，周公之礼，恁敢袂感觉见笑死？哎呀，飞香啊，恁哪有啥物办法啦？我若无顺从吼，老早就死咯。我你讲吼。阮众姊妹拢总是要求你来解救阮脱险，啥物？救恁脱险，我要哪有啥物办法啦？来，我甲你讲，好，这个我来做。二主，王爷有请，王爷请出。来了，来信。王爷啊，你都免心急，阮姊妹吼甲伊劝话，伊吼已经得要归顺啊，伊就要照你的意思啊。果然你来，哼，真乖。飞香。你已经回心转意了吗？是啦，王爷，我想得要啉一杯酒了。啊，啉一杯酒，10杯8杯，我奉陪你。来人啊，摆开宴席来。这边，来酒哦。飞香，你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你若是叫我做王妃，你会享尽荣华。来，一醉千秋解哈。多谢王爷。小得嘞，千岁慢车啉。在先，我来检查这个酒。检查酒？是。前卡灵公道，难道你认为这个酒有毒吗？不错。福道大人，你认为怎样？我认为讲这酒啊，啉落绝对是真不利的，该检查看看来这事嘞。啊！毒药！啥人这大大家用这个毒酒在要毒杀国王啊？有别人拢总是这查某罪啊，女人是好水啊，王家真有你都爱认识啊。来人啊！将你30外女人拢甲捆起来呀！遵命啊！千岁，迄30外拢甲放在内面了。安尼好，前卡灵公道，在何道大人。恁两人认为什么人下毒酒对毒杀国王？我看法无别人，绝对是这个伊飞香所做了。人我别讲啊，伊飞香伊唔敢做这个代志，因为伊飞香伊去互王爷选做王妃，伊就感觉非常欢喜咯。就是被选做王妃，所以引起30外个查某的嫉妒不满，所以呢拍算得要毒杀王爷甲伊飞香两人啊。前家人公多言之有理。限3天，恁两人将38名女人中间，甲查出真相，不得为命。命啊！飞香啊！王家千秋。国王险甲你误会了，哈！王爷，难道这个毒酒唔是我下吗？绝对唔是你。敢有的确？绝对唔是你，我真信任你。初出江湖，望卖之期的白夹阳台，
因为救命之心切，重视着这个干王。如今眼见干王自典无珍美酒色，又积草尊娘，无伴调停，伊感觉非常的懊悔。又想起前日对方官撒下了正义之水黑灵药，心怀愧疚。现在恍然大悟有态，愿放弃荣华富贵，回转故乡，奉侍年老的父亲咯。王爷，你真信任我是？我绝对彻底信任你。来，爱妃啊，干杯干杯！多谢了。干！唔通安尼愁眉苦脸啦，一醉千秋解吧。是啊。你那边千岁，那38名查某安怎改行，安怎改拍，拍甲头青目肿，死来活去，都无免招人口供了。人家酒龙饭地，我再甲行，我再甲拍，一定要追求真相。好，遵命咯。王爷，你有信任我，应该爱听我的话才对哦。当然啦，当然啦。首先吼，将38名的女人，甲伊放转去了。明哩，这38名其中有一个，就是要谋杀咱两个凶手啊。王爷，若是得要毒杀咱两个，唔是这38个查某囡仔咯。也若无到底是谁？你先甲伊放出去，我一定讲给你听。无唔对哦。就是。安尼好，来啊！赶紧将这38个查某拢甲放转去。赶紧去啦！也唔过，赶紧放去。遵命了。爱妃啊，凶手到底是谁？你赶紧对我提水吧。凶手是？无唔对。凶手唔是别人，就是我。哪里有可能？爱妃你的酒醉心。干王，我这里嘛，起你的棍啊！叫来人呐！哎呦，来人！要是王爷你目睭假是这，赶紧将这个贱婢幽香，甲掠去万刀碎割。怪吧。鬼母娘娘虐鬼母，现新君我现，恁两人敢违抗我的命令？点去！你这个万恶的大罪魁神秘凶手啊！阮这人拢试过挖大饼啦，随机应变啦。迄个歹孔明是在你之上，不在你之下啦啊！所以我一定要帮助歹孔明，自将这神秘凶手给你收毒弹杀。来人啊，弄出来！恁这班人难发断魂球了。双手卡，非常冷静的双手卡军甲已经摆好火势了。这个时阵，别甲阳台一步一步踏入着危险。唔通我走去！双方展开一场大混战，可怜！义士甲这女为着护国扬名的干王所敌，义士这女已经陷入死地，结果如何？请看足球，遍地分晓。